珍惜食材，唔通讨债。新德县最近有举办一项体验课程，教大家安怎用种出来食材做出好食的料理。希望大家要爱珍惜食材。甲青菜、甲杂粮添入去无食完的白饭内底，利用工具做出三角饭圆，唔但趣味又搁好食。上重要的是食材也袂拍算去。家里面现在剩什么？因为我也不会处理，所以我也想说来这里学一下这样子，对，对，哈。最基本的就是像绿花椰菜，大家都很爱吃。我们绿花椰菜剥完后，不是还有剩下底下的梗吗？那个梗不要丢掉，很多人都把它丢掉了，很浪费。我就直接把梗把它皮削一削，外面那层皮削掉，里面就是很好吃的菜心。除了利用假的食材制作料理，课程把安排带来参加的囡仔，行入去餐园内底，食材各种植物甲营养价值。教导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他们如何把家里剩下比较丑的食物呢，或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部分，拿来再利用会怎样？减少我们的厨余量，因此呢，也可以减少我们非洲猪瘟的传递给我们的猪只。主办单位环保局表示，大家要甲各会使食的物件单调进前，可能得爱先想讲，世界上还有真侪人长个摇巴肚，而且地球资源有限，需要大家做伙珍惜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